世界万航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大好，我是主持人黄平真。228迄前后几天，你敢有看到伊朗的消息？世界人咧讲，勇行强，强行雄，雄行无正常。伊朗的赫梅尼甲川普啥人是枭雄？国际现实，咱就要注重。咱台湾就要冷静求生，才通好冲。今日到底来讨论。来，首先介绍现场的来宾，头一位中东国际事务专家，嘛是库德族裔的台湾人柯显哲。主持人好，各位来宾大家好。那么第二位中央研究院欧美所兼任研究员林正基，大家平安。那么第三位是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所兼任副教授陈明石。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那么第四位是资深军事记者郭宏竹。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那么第五位是来自人啊，搁伫迪拜的这大商吴天林吴先。嗨，大家好，我是迪拜吴天林。大家好，平安。是。但即摆呢，首先先来看，到底情形到了发展如何？美国总统川普在北京宣示对着伊朗作战的4大目标，强调美军已经攻击了伊朗1250个军事目标，嘛证实有6个美国官兵不幸来殉职，嘛传出了库外的防空部队无细里甲3架美军的 F-15战斗机当作伊朗的军机，甲拍落来，好佳在3个飞行员拢跳伞成功。北京的受分机小进程，美国总统川普头一届明确列出实施农会行动的4大目标，已经调美军当日以1点钟做单位，进入系统咧毁掉伊朗的飞弹制造甲发射能力，并且消灭伊海军。川普指出，这是阻止德黑兰发展核武器，这等于资助恐怖主义上尾而且上好的机会。虽然川普过去主张避免海外战争，不过认为这届爱伫敌人行动进程先下手，确保美国甲伊的朋友久长的安全。Our objectives are clear. First, we're destroying Iran's missile capabilities. Second, we're annihilating their navy. We've knocked out already 10 ships. Third, we're ensuring that the world's #1 sponsor of terror can never obtain a nuclear weapon. And finally, we're ensuring that the Iranian regime cannot continue to arm, fund, and direct terrorist armies outside of their borders. 国务卿罗比奥伫简报当中表示，美军这届抢先打击是因为情报显示伊朗已经授权前线的指挥官，若拄到攻击，马上反击美国，为着减轻伤亡，川普才会先下手。罗比奥甲国防部长赫吉塞斯拢表示，虽然目前以空中甲海上的打击为主，不过总统无排除派地面部队的选项。Right now, we're not postured for ground forces, but obviously the president has those options. He's never going to rule out anything. 国防部长赫吉塞斯是指出，美国即马已经拍到超过1250个目标，成功毁掉伊朗革命卫队的总部。伊强调，这毋是另外一场亲像伊拉克还是阿富汗迄款的无底止的战争。罗比奥也警告，美军伤兵的打击要未发动，后一阶段的攻势会比即马更较有处罚性，一直到彻底解除威胁为止。We didn't start this war, but under President Trump, we are finishing it. Their war on Americans has become our retribution against their Ayatollah and his death cult. 今日的防空攻防也传出意外，去为着防空部队伫炸伊朗飞弹时，甲3架美军 F-15E 的战机当作是敌人的战机拍落来。画面当中会当看到飞行员跳伞逃生，交代来人伫对机进前全部断下，目前状况稳定。不过，战火已经明显对伊朗的境内向外扩大。根据路透社引用消息指出，伫沙特阿拉伯首都的利雅得，美国大使馆疑似受到伊朗报复性的飞弹，也是无人机的攻击，现场传出激烈的爆炸，并且请出高烟。这项攻击毋但显示德黑兰反击美国海外据点的决心，也互原地特地感觉小警戒的海湾国家局势，面对无法度预测的全面对抗。公司新闻郑伟仁编译。其实虽然已经3、4天啊，
那么台湾观众朋友可能今仔日上关心是股市说哦落足侪点吼，是能源的危机啦、通货膨胀啦。咱第一线吼，先来连线伫杜拜吼，咱的大商干部吴天林吴先生，吴先生你好。你好。你住杜拜倒位是？听讲是真挖近这个杜拜这个机场附近。今仔日早上2点半还有收到那个简讯，细胞讯息，然后他会希望我们到那个德哈苏去躲着，然后我们大概4点钟才解除警报。那阿布达比那边有一些攻击，然后都有听到。那我们现在在杜拜排凶，然后还有一些旅客，加起来大概300到500个人左右。代表处都有掌握名单，然后我们都会 follow 那个外交部跟代表处的一些指示。我想你先给大家一个概念吼，杜拜的倒边、正边、后面，这头前是都几个国家甲恁围起来，因为这个真侪人对这个波斯湾吼。不要紧 ，OK， 我们的国名叫做阿拉伯联合大公国。那阿布达比是那个这边的首都台帕奇，然后杜拜比较像是新北市观光为主，那阿布达比比较偏政治的首都。那我们一共有7个酋长国，那阿布达比跟杜拜，我们总共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有1100万人，然后90%拢是外国人，我们在这边是打工的。然后这边有40%到50%都是印度人跟巴基斯坦人，然后中国人有30万人，那台湾人估计300到500人，那菲律宾人也占蛮多数的，所以大部分来这边都是来打工，然后把薪水赚回家，所以这是我们这边的了解。那台湾大概都是科技业为主，餐饮业为主，像是珍珠奶茶店、鼎泰丰，然后像是华硕、微星，然后我们排档科技、佳士达、BenQ 这些电子产品的公司在这边。是，我想到目前为止，杜拜有真正受到飞弹攻击无？目前这228到3月2号的统计，大概有无人机巡弋飞弹跟还有那个弹道，大概600-700枚。拦截率大概是92%到93%，那他们说花了大概11亿美金花了在这些费用上，但是还是有一些后勤的费用要考虑，毕竟，然后中东目前的6-7个机场大概都封锁了，昨天晚上有1-2批飞机有飞出去，但是后来又关了。那目前每天平均大概有2000多个航班会受到影响，所以目前只有听到美国那边有一些想要他们自己离开的方式，那我们目前因为是航空都是受到限制，所以没办法飞出去，只能有一些紧急的救援专机。是，我想有这种讲法吼，讲吼，其实杜拜吼不比其他的所在，迄是吼全世界吼，尤其像伊朗这种国家吼，因咧有钱人吼，钱建基本所在，那有可能来攻击这个杜拜？结果嘛是甲你洗落去吼，所以伊朗已经是吼，敢若迄个上后尾迄个用华语来讲叫末路狂花啦吼，伫这车路顶头凊彩哦杀人，安尼是这个感觉吗？还是你有听到其他的讲法？昨天这边的总统跟王储也有到百货公司去吃饭，安定民心，让大家看到这个是还在稳定的控管当中。但是这种一波一波的，像我们目前10天多来，大概收到4-5封这种紧急通报的简讯，所以我们没办法确定它会炸哪里，一下是炸机场，一下炸港口，一下炸 data center， 一下炸哪里，一下炸民宅，它等于是没有目的性，或者是想要制造恐慌的炸，所以你没办法预测它会炸哪里。是，我想你敢有想讲啊，不如用陆路吼，你去到迄个沙特阿拉伯吼，再飞飞行机出来，还是你讲无，你就想要就伫遐，应该是来救府，应该是袂要紧啦。
杜拜这2天政府机关有建议大家就是在家上班 （work from home），所以我们目前的资讯管道都是畅通的，只是你没办法做客户拜访，你所有事情都要改成远端，然后他也会尽量大家待在室内，不要出去，但是一下高一下低，所以有的时候大家还是会出去买东西吃，它并没有限制人上街。哦，所以也未宵禁嘛，车路顶头，啊，佮我看百货公司啊，佮有人咧跳水舞啦，还是囡仔啦，嘛是照常咧出去吧？马照跑，舞照跳，他们还是希望维持日常生活，不要受到太多的影响。因为如果我们这边有展露出比较弱的话，那可能会给他们带一点消息说，这个是有效的。所以我们必须也要保持信心，在这边正常的生活。哦，上后尾一个问题吼，我想根据我所知，其实吼，亲像高达尔，或者是杜拜吼，其实以早甲伊朗的这个关系，唔是讲介歹哦，吼啊，大家对伊朗嘛是普通啊，有一寡带着一寡同情啊。那么经过这摆了后，你有听过大家咧讲哈，这安尼刷来吼，我甲因做朋友啊，大家卖收听啊。不会，因为毕竟这边早期也是很多伊朗的人坐船到这边定居，所以他们也蛮多伊朗的后裔的人在这边，所以对于这次我们也是蛮讶异的，因为毕竟这边还是有点血缘关系，不是完全没有关系，所以我们都还在掌握最新的动态，因为这毕竟也是第一次发生。是啊，感谢我先。那后手吼，然后有啥物最新的消息，跟咱节目来上线来谈话吼，感谢啊，祝你吼，通好平安，马萨拉姆，哦，好，感谢。哦，平安，平安。平安，感谢。来，刷来要请吼，寇先哈，许先，我想请教你，你有收到来自于伊朗境内的任何的消息，告诉你目前最新的状况吗？有，因为现在他们有网络，而且有网络，对，而且有电视，什么都有报。什么都有报，对，所以我们都看得到，跟抗议的时代有一点不太一样。对，然后现在的伊朗，因为上次有经过那个大抗议的时候，很多人去街上，然后政府开枪，很多人被杀了，所以这一次人民跟我们一样，他们也是会看电视，会看一下会不会再发生什么，因为他们也不敢来去街上反抗那个政府。他可能因为美国到现在也不清楚是不是要把那个政府要弄消失了，所以他们也不希望这一次也是去街上反抗那个政府，然后也没有结果了，还不知道状况。对，所以现在的伊朗人都是这样子，所以他们都在比较说在家里啊，然后没有什么反抗政府那种都没有，而且国家有放很多那个检查站啊。对他看那个车子啊，他们有什么活动，有没有有人有带枪啊在车子上面，所以他这次那个管理的是比较严格的，所以气氛上其实是有一点紧张。对，他是怕有一些内战发生，或者是有些人尤其是怕库德族。北部西部那些库德人主要的库德族人住在那边的，所以他比较担心那边，因为那边有反对党，而且是他们有武器在山上，有武装部队。对，武装部队。然后呢，最近上个礼拜，他们有大概4个政党，他们有一起合作了。他们说，如果有什么情况，我们会就是要等那个国际或者是美国了。如果要里应外合的意思。对，有发生什么，我们会介入。他们已经答应要介入，如果有已经决定，如果有战争。所以从这样的讯息，你自己的推论，川普说4个礼拜之内要结束这场战争，他那个结束是指他的纯粹他的军事行动结束呢，还是说他那一天就找到了在伊朗能够支撑这整个大局的人，然后呢，才像委内瑞拉那样子的一个模式？我是觉得美国没有想要那个消失这个政府了，所以才会没有大家都准备，所以他们只是库德族这准备而已，不知道，因为不知道会大概情况会对情况会变糟糕。如果这样糟糕，美国也不得不要这样决定。但是到现在，我觉得
看起来是美国没有想，那今天也是那个外交部长，美国也这样子说了，他说我们没有想要把那个政府完全消灭掉，对他们想要那个政府变成很弱的政府，然后这些飞弹源的到以色列都弄不了。对他想要做这样子，因为也知道了，如果换政府不是那么简单，而且是可能有一段时间好几年可能会稳定下来，然后内部的部分，库德族人还有那个国王的儿子，还有其他的政党，他们没有很团结，还没有团结。如果这样子的话，可能会造成更乱，而且更乱的时候，如果发生南米的这些部分是会变那个地方，而且是旁边伊拉克也是什叶派，他们很多政党支持伊朗的，他可能会一起加入，对，加入，而且那个阿富汗也是那边有什叶派的，旁边还有另外一个巴基斯坦，昨天有看到了，就是他们有出来战胜，对，这样子的话，美国了解这件事情，所以他知道如果要改变这个政府，真的不是那么简单，对。哦，所以这是你看到的这评估哈。对。我来请教林老师，你有同意柯显宇这种想法、这种评估不？我有同意哈，因为这个美国的国防部长，加这个参谋首长联席会议的主席，因最近有开一个记者会，这个国防部长就讲啊，讲美国的目标并不是这个 regime change。要个推杀掉，唔是就是讲，头这主持人讲的就是讲，将这个伊朗伊的军事的能力，不管是这个核武器、这个浓缩铀，这个飞弹，这个能力降啊上低，互伊无法度去继续支持中东，比如说这个黎巴嫩，这个真主党，伊的这个破坏。以色列的这种能力啊，所以应该是4礼拜到5礼拜，就叫这个川普总统所讲的。哦，是安尼算。应该是安尼，哦，另外因为这下来，去讲到讲，咱台湾人上烦恼的讲，咱这天然气甲咱拢炸起来安尼我嘛打电话去问中油的一寡朋友，讲，即目前为止讲较保守啦，目前为止是还 OK 啦。伊个 Holmes 的海峡，还有6000粒的这水雷呢，这美国人就要来清理啊，老师。我讲这点是上大的安全的威胁吧，咱知影这个卡达差不多全球20%差不多有1/5都是为这卡达的天然气。为这个卡达要到台湾，差不多要14日14天啦。所以2月28以前，伊可能差不多要有差不多半个月会当到台湾啦，但是即马这个荷姆斯海峡已经完全封锁，而且这个伊朗为那个怕这个沙特阿拉伯这个石油这炼油厂，所以这个人员变作是上大，唔仅是对台湾、对日本。对其他的国家，对韩国、亚细亚完全都是靠这个石油加这个天然气，这个对咱来讲就较不利啊，石油当然会当为其他的国家，比如讲这附近，美国啊，咱天然气来甲澳洲搁讨一个，甲美国搁讨一个，但是就讲这个短期啦、短期内底，这个人员的安全，这个会受到较大的影响。这题咱小段好好来讲，我要先请沈老师来讲真侪网友伫网络顶头讲，这个美国因为听到一个这网情咧讲这舰舶飞弹会当至7天啊，美国啦，讲这美国若是拍了，伊讲看到这个 CSIS 2023年发布的 MT-BINS， 就是讲空鸭，伊讲这个是下去拢无了我看你美国人要安怎捡落去？老师安怎评估？对，咱看到讲新闻内底有讲两种的飞弹，讲即马可能无够。第一个就是战斧飞弹啊，
就是讲战斧飞弹可能搁剩7天的量。第二就是讲美国的萨德系统、高空的拦截飞弹系统，顶届伫10月的战争当中可能已经射出100多粒，毋过美国伊要补迄个剩的物件，甲补几十粒尔，所以即马就是讲萨德防空飞弹拦截飞弹，个剑斧可能无够，但是讲，毋是讲美国甲以色列敢若这2个飞弹尔，你讲战斧飞弹，当然伊会使为军舰来发射，来针对这个目标，毋过别个飞弹嘛会使，比如讲联合直攻弹 Jaden， 伊会使用 F-35来攻击，对，伊会使用别个飞弹来攻击这个目标。咱看着讲，除了第一批迄30粒针对迄个伊朗的领导人攻击，迄是直攻弹穿地炸弹造成讲40几个人这个死去伊其他飞弹嘛会使。咱看着讲，伊会使用 F-35、个军舰的飞弹来攻击这个目标。我感觉因为林老师讲着讲记者会的问题咱在记者会顶悬，迄个美国国防部长甲参谋长联会主席讲，伊即马搁要增加伊的部队，搁增加伊的后勤，但是讲已经派来这批毋是这毋是上大伫后壁，所以最近这个时间伊会增加足侪陆军、空军、海军甲伊的弹药，因为这最重要的。伊即马川普总统嘛会讲后壁是愈来愈厉害，愈来愈济所以战斧飞弹的减量，我感觉应该影响是无讲足大的。是，这头一个问题，但第二个老师你安怎看待？他带寇显宇甲林老师所讲的，讲我毋是要甲你推翻你这政权，我是要甲你点迄废你的武功啦。敢若迄落金庸的小说内面写讲这吴用福去互这总经阁内面的迄老和尚点到规身躯武功尽废。军事上一个政体，敢有可能做甲安尼？足简爱看你的目标是啥货你的目标若是讲要政权轮替你所采取的攻击方式，可能甲伊拉克2003年迄伊拉克共款你的地面部队入去到首都海山的造起你就扶植一个新的政权咱看到讲即届是非常无共款的因为川普总统也是美军，伊拢讲好伊的目标。第一个就是讲斩首攻击换一个人看伊的政策敢会改无。第二个就是讲6月时阵的12日战争，伊的目标就针对核设施还是浓缩铀，即届嘛是。第三个就是讲伊的飞弹的能力因为周边的国家美国想讲即届若会使将伊朗的飞弹的能力拢讲扫除，伊对边仔的国家威胁就较低。第三个就是讲针对伊的革命卫队，咱知影顶届足侪伊朗人民咧抗议的时阵镇压这个伊朗人民拢是革命卫队。那革命卫队伊的将领、伊的部队能力斩除了后，可能会使鼓励这伊朗人民起来抗议。再来就是讲海军的能力。咱知海军呢，就是讲荷姆兹海峡有阿巴斯港有个海军总部伫遐即马阿曼湾有11条迄个伊朗的军舰，即马拢互美国拢摧毁了另外就是伊的海军总部嘛，互伊朗美国嘛摧毁了后，可能对荷姆兹海峡封锁能力会降低。降低了后，部分的船就会使出荷姆兹海峡，就会减少对国际经济还是能源的迫害安尼油价就会降低对周边的国家影响就较低。是，洪总你看即摆美国这个行动伊讲迄华语叫做史诗怒吼啦，就是空前绝后的怒火。我刚刚看到迄个空中加油机空桥我就知影讲，这美国人的军事的实力实在是有够强的啦。就是不管是军舰航空母舰好，还是后勤补给彼此的这个通联你认为这整个行动当中，值得咱大家来注意，而且来理解讲这就是现代性的战争，
是多几个点？你讲咱听。其实最近已经讲大部分拢讲着吼，啊，佫有一个就是咱一般人较无了解、较无熟的吼，就是来自太空的能力。哦，因为美国已经发展这几啊年啊啦，吼，毋是讲最近。啊，但是过去因为大部分人拢想要讲太空，逐工拢想着讲迄个 Starlink 吼，伫乌克兰啦吼，还是讲罗西亚迄个小镇的时候有用着尔。但是迄是太空领域内底算基站的，啊，较普遍的应用。哦，对于美国来讲，伊进前已经发展了叫做JADC2，就是讲伊为上悬甲太空外，恁做卫星来讲吼。啊，甲入来讲，较基站的卫星，也是讲过来高空的无人机、高空的侦察机，吼，包括你讲即摆 U2R 上新一代迄个 U2侦察机嘛，搁咧用哦。因为伫咧提升伊的侦察啦，头顶的迄个包括电子系统，也是讲电子侦测的迄个系统也好，用掠足济。对方的这个国家，伊咧通联吼，还是讲咧飞弹咧搜索这雷达的信号、甲通讯的信号，包括伊管制部队的信号，好，包括自动化，还是讲人工的拢有，伊拢掠着啊。其实较做一时间，甲人工啊，搁有后壁搁有 AI 支持的电脑系统去做分析，分析了后，伊开始要行动进前开始，伊就准备好，包括讲咱个讲硬杀吼，还是软杀两种方法。软的就是讲，我空中有足功率足强的吼，电子干扰机、电子作战干扰机，就甲伊砍台啦。啊，直接甲你同时甲你砍掉，变青苗。伊讲，甚至讲吼，你的系统因为挡袂掉吼，可能会烧掉，因为你含伊对抗嘛吼，可能带你就烧掉去，这嘛有可能哦。啊，佫是讲个能，就是讲我能量吼，我电磁波拍足强的，互你害去，这嘛有。你看袂到。啊，毋就敢若亲像迄个 Venezuela，伊传播讲我一种足厉害的武器。对，我歹甲你讲，啊，迄个是讲咱用对话的，迄个先讲叫做黑科技啦，黑科技啦，我那咧黑魔法安尼吼，你毋知是啥吼，啊，但是迄个是其实是现代技术的应用去军事头顶，只是歹甲你讲这参数是啥物，我多数偌济频率啥物，我歹来讲，啊，但是因拢研究好，所以一开始的时阵。这川普嘛有讲，啊，战争部长嘛有讲着讲，其实毋是加你看到的无人机、军舰，还是讲无人机。啊，即届吼嘛有一个特色，就是讲美军用机人一刀反制机人一身，伊人毋是做一个见证者无人机，啊，更较俗吼，更俗更好用，啊，一届拢几百只过去吼，啊，甲以色列拍甲密密麻麻有啊。即届美国嘛仿这共款的，所以一个吼，迄个。漫画吼，漫画个话讲，一只飞过来，啊，个一只飞过来，啊，两个拢相像，那兄弟咧。啊，一只搭美国国旗，一只搭伊朗的国旗，讲啊 ，hello， 兄弟好，啊，要飞过，两边相单，啊，什么意思？就是讲美军已经无合过去共款，逐项拢要用上贵的、上大粒的、上强的去拍迄个做难卡的吼的目标，毋是，迄袂好嘛。战争吼，其实嘛咧拍啥？拍钱。所以，美军伊做一个概念，对，拄则咱讲着，整合各种咱讲跨领域的吼，战争的能力，啊，甲资料的收集，啊，甲情报的整合，啊，甲用到控制、管制你的部队，啊，甲个指挥你的部队，所以拍着的时阵，拢是安怎，尽量是上好的啦，会好的啦，吼，用会好的方法去拍你，这是美军即个做一个特色。是。啊，这小等下来谈论这个战略上吼，因为有一篇文章咧写讲，哦，这美国人是安怎一定要甲这个伊朗甲低调吼，上无爱甲这个政权换新，就是希望中国的影响卖过较大。我要先来请教哈，许先生哈，就你所知道，中国在伊朗的影响力真的有这么深刻？当然一般人可能接触不到，只知道说军事用他的北斗卫星或者用他的科技，但事实上我知道他们信赖苏俄的武器比信赖中国的武器要多一点。
那么中国到底在伊朗的影响力有多深切呢？其实我们知道，大概40几年了，是有国际制裁对伊朗了，然后经济的伊朗是很差，但是唯一的大国的在帮助伊朗就是中国了啊，所以他开了很多工厂在那边，有很多在科技的这些部分，但是呢，在军队的方式或者是在那个部分它影响力是不大了，因为是伊朗本来有一个宪法，它的宪法国家的宪法有一个政策是不可以让其他的军队到他们的国家了。哦，所以唯一的在中东国家就是伊朗，它没有俄罗斯的军队在国家里面，完全没有，都没有。所以呢，这样子的话一定是中国在伊朗是影响力不会那么大，而且你知道伊朗这样子的经济的话，经济很差的话是没办法买很多的武器从中国买，所以可能都是，所以主要的在做。我看他还在飞40-50年前的美国飞机哦。对，然后我们就看得到，不是这几天美国的跟以色列打伊朗为什么都是成功？因为它的防空系统啊都是很少，而且好像有4岛就是S-300的俄罗斯，然后中国的也是很少，所以他们就是很简单的，就是一绕，然后就是全部那个目的就是达到了全部，所以影响是非常，中国在伊朗的影响是很少。哦，这是第一个。但是我们想问的是，那么中国会真的后续来帮忙？我看他们跟苏俄就跟俄罗斯在联合国还这个发出声明，是嘴巴上帮忙而已，实质上你觉得呢？还是你有看到相关的这个讯息？那我们在中东是一个非常大的最好的朋友是阿萨德跟中国，中国有去帮他吗？没有啊，在军队的部分也没有帮他，所以也是这个政府有消失了。所以中国的外交政策是他不会出兵到其他的国家去，然后中东没有出兵到那边去，你怎么样会去帮忙啊？帮不了什么忙。对，帮不了什么忙。武器运输啊，或者是武器，其实呢，你没有人就是想过这是为什么？那个伊朗的防空那个系统为什么那么少？他这40几年来，他没有想到就是美国会被用这种方法。对，然后从去年想到了这个，但是去年就是美国很控制，他不让他买其他的，所以这样子的话是来不及了，对，来不及了。然后，所以在战略上，他其实并没有很大的思考。对，然后现在的情况看起来就是。我觉得如果中国可以帮他，也不会帮他了，因为情况现在有一点，那个伊朗的，就是情况是比较糟糕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我们看到他其实对整个所谓的 Crescent，就是新月区的伊斯兰的，包括都是逊尼派的，他发动了这些攻击，连带沙特阿拉伯这个炼油厂，沙特阿拉伯是唯一这些国家跟他建交的，他也这样来干。你知道，为什么打这些国家了？哈，其实你有看到吗？就是在杜拜，然后卡塔的这些国家，他们完全没有准备好。他们美国想要打那个伊朗的时候，这些国家一直都反对，他们也不让那个美国他们用他们的土地。所以他们都没有想到是伊朗去打，所以这样子的话，你就看得到为什么伊朗是打得那么厉害，他们都没有准备好，连那个你有看到，就是刚刚那个来宾有提到，他说我们都是挣扎去买东西什么，因为他们都没有准备买食物放在家里，什么都像那个以色列有看到吗？每个以色列人他们是家里都有东西，都有东西啊，他们都地下室啊，全部都准备。这些波湾国家什么都没有准备。所以政府不可能会控制他们，他说你们在家里还是什么，而且呢，另外一个他也知道这些国家，你知道科威特、卡塔尔、巴黎这些国家就是几百万而已，对，然后大部分都是外国人，然后他们很少的军队，他们只是有钱而已，他们没办法
跟一个40几年一直他的钱就是许安的意思是说，就算他真的来了，我也是双手一摊。唯一的就是强烈的，就是在波湾国家就是沙烏地阿拉伯，然后沙烏地阿拉伯他怕动手是也门在下面呼吸，他呼吸你知道那个呼吸吗？呼吸对呼吸，他可能也是在南部也是开始打得比较厉害，所以到现在没有这样子的。他有想过这个东西？你觉得湾区的这些国家被这一次伊朗这么弄？当然，我刚刚同样的问题问了吴先生，吴先生觉得说应该还好吧，因为杜拜真的很多伊朗人在那里做生意，而且在那里落地生根。他说应该还好吧，应该对伊朗不会从此以后，你觉得呢？你觉得伊朗会很在意他的人民吗？在那边，因为他的人民在那边，他不会打吗？他也知道他是美国的朋友，他知道那个国家是什么，就是他比较在意这个了。他不是因为他那边有他们的生活，然后他不会打，应该是不会这个关系的。照打不误。对啊，然后而且现在这种打，我是觉得美国是，觉得是一个好点了，对美国来说，因为这样子以前那个他们这些国家反对美国打。他现在可能会跟美国会合作，对，而且是他们可能买武器，或者是会开始想要买武器，或者是赔钱给美国，就是他说你会用，我们会帮你。他昨天Trump 有提到了，他说这些国家他们想要跟我们合作了，就是合作是他没有提到是怎么样的合作。这就整个影响到整个中东的战略哈。选来为了请教林老师，这中东的这战略吼，对过去吼，美国安尼他们遐去用嫌吼，因为支持以色列，即马开始有一个专机，乃至到讲都进前就讲过，美国的智库有一个人吼，伊嘛是中东的人啦，伊就写就律师，伊就写讲，其实去创伊朗就是要斩除中国在中东的这势力，这是美国主要的战略的思考，敢是安尼？我是认为讲，这个是一个足大后届咱会当看到发展啦，吼。就是讲，这个中国与这个伊朗的影响，吼，头先对咱讲的讲这个武器的问题啊，吼。但是咱知影就是讲这个这个“一带一路”，还是这个中国与这个伊朗国内。伊有足侪这个，比如说监视器啊，你有法度了完全会当来监把这个到遐咱内底，这个交通还是这个总部完全都有法度来掌握啊，你讲中国会当来掌握，还是讲这个以色列有法度来掌握，这个对这个军事有足大这个影响啊，这个中国与这个伊朗，去年啊，与这个青岛有这个上海合作组织10个国家啊，这个伊朗的国防部长即摆已经2月28已经过身啦伊这个青岛伊就安尼讲啊，讲希望中国会当来主持公道啊，但是咱知影来讲，中国拄着委内瑞拉，还是拄着这个伊朗这个问题。可能是这个外交政策，伊的声明有较大的作用，其实伊阮也看到这个美军，以这委内瑞拉还是这伊朗，伊的行动啊，应该有受到足大的刺激，所以这个习近平捌安尼讲过，对这个川普来讲，伊对这个委内瑞拉美军的行动印象十分深刻啊！所以阮也赶快即届，伊就完全拢知影，一个军事的行动，唔惊即个武器的问题。平常时要有足济的准备，准备的这情报的收集，也是即个领导人的决心嘛，咱知影来讲，而且2月26也搁咧谈判啦，还搁咧讲，即个2月28中间较差一日尔，这沈老师有讲到，就是讲完全都了解哈米尼以这2月28
伊要来开3场的会议，所以这个是上好的时间点嘛，吼。所以对于这个中国以这个中东的影响力啦，吼，我是认为讲后届足大的损失，吼，唔惊咱头先讲的，这个中东一寡国家，甲美国军事还是武器，还是甲以色列的关系会改变，有这个亚伯兰的这个合约啊，吼，甲这个以色列的关系，我是认为阮来共款会来改善。是因为大家对着美国来参与着这个世界经济的角色吼，其实印象拢足歹。吼，自这个顶世纪的50年代开始吼，去到去人母岛吼，去到倒，因为比如讲伊拉克，迄阵时甲美国好支持伊去拍伊朗伊拉克结果出一个福山就甲拍倒安尼吼，对着这个印象，但是美国即摆的这个作为吼，甲以早的这个过往的方式拢无啥共款。我要请沈老师来分析吼，共款的问题。即帝国所讲的，讲要甲中国的影响力吼，甲监督，毋那是安尼尔，是要通好甲困伫中国亚洲所在，才有通好专心来对付中国，是安尼即个战略思考嘛？咱知影伫川普吼，伊公布伊的国家安全战略内底，伊虽然是讲西半球是上要紧的第一个吼，所以咱看到讲委内瑞拉的抓捕马杜罗的行动。毋过咱知影伫中东吼，可能只是恐怖主义的，主要是伊朗。伊朗后壁是啥物人？咱知影罗西亚甲中国咱知影中国甲伊朗的合作，第一个就是讲中国需要伊朗的石油，嘛需要罗西亚的石油，伊朗呢需要中国的武器来支持。咱知影伊可能是义务因为伊朗无遐侪钱通买中国的武器。咱知影伫即个战争发生之前中国甲伊朗已经签迄个协议，讲要卖伊朗远程的反舰弹道飞弹。迄是足厉害。伊若摕到即个武器我看迄个美国的航空母舰就无迄个在调遐近伫阿曼湾还是伫地中海，毋敢遐挖近所以美国无论是川普还是赫格塞斯还是卢比奥，伊看到即个严重性。那中国甲伊朗继续合作，对美军的基地，还是对周边的国家，都有足严重的影响因早就想讲要趁即个机会要来监督即伊朗的势力，还是要排除中国伫中东的势力甲影响力咱知川普伊的目标无哪遮尔第一就是讲即码是伊朗伊朗若解决也门胡塞武装可能都无迄个能力来发动恐怖的攻击，甲黎巴嫩真主党嘛共款这两个问题可能是现在会使解决这个问题解决了后一步就是俄乌战争针对罗西亚川普会逼罗西亚讲要谈判要停火中东欧洲伊的问题若解决了后，伊就使集中所有的资源来对付中国。中国经过委内瑞拉的能源即马是美国控制伊朗的能源后来若是美国控制，还是亲美国的政权控制，嘛对中国有足大影响所以即马可能习近平等于想讲我上好的朋友即马伫伊朗无去伊的能源未来要安怎？咱知影伫迄个中国上海有一个上海合作组织的总部迄个总部为着迄个哈米尼方斩首攻击降半旗之都表示讲中国甲伊朗的关系是足好的伊嘛看到讲哈米尼互斩首成功了后下一个政权领导人是啥物人敢会使甲中国继续合作美国当然是讲莫和中国合作，伊主要目标就是中国所以咱看到讲足侪地区的分析拢知影讲虽然说讲表面是拍这个伊朗毋过是针对后壁的中国咱咧看这整个战略但是他拄林老师所讲这习近平有讲 impressive， 讲印象真深刻
唔知影习近平即摆老头壳内面咧想啥物，因为足侪传闻啦吼，不管是中国的网情也好，海外的这反贼也好啊，还是讲到即个在伊朗本身嘛有一寡网情，嘛是咧希望讲，即个政权会当来规个变起来。不过，这4礼拜当中会当发生啥物代志呢？啊，在军事的即个进行当中，啊，佫有啥物其他的物件，通好来处理，还是讲无？水流甲扫掉，啊，其他佫较扫起来，啊，伊啥物人就不要紧啦，还是讲可能啊，佫较大单，因为即摆新闻可能是要调你来点入去看咯。哦，啊，佫较大单要来啊，洪总你安怎预测？咱先为近的先讲吼，就是讲伊朗本身内部啊，甲伊周边的这个国家先来讲。第一，咱先甲伊较简单来分析，因为这个国家本身内部政治一定较复杂，啊，但是即届咱若讲假设吼，迄48个内底有一个有生存，啊，47个去见阿拉吼，啊来看的时阵。扣掉家属，可能超过40个，还是讲30几个，是根据他顶管控制权力所有的人才站出。虽然伊即马摕人来保，但是随时佫有以色列伊这摩萨德吼情报组织甲锁定，佫叫空袭，佫炸掉，吼佫暗杀掉。所以有一个效应吼，咱叫做寒蝉效应，就是讲会惊啦，看来惊，看头前多爬起啊个再见啦，轮到我咧，我要安怎做？我是要顺这个去哩，还是讲我破病，吼，我倒来困，歹势，吼，轮别人，这慢慢内部会形成一个气氛的伫假，这愈假会愈强，吼，啊，佮有人民之间对伊这个政权的支持，其实是所有掠政权的人拢咧想的代志，会惊，还是袂惊？大部分极权的政治人物吼，伊掠的拢是掠枪嘛，伊可能少数的执政，吼，嘛当然可能过几啊十年了变做多数的执政，但是掠着权的时阵，啊，譬如讲也是夺权的，譬如讲1979几年是被国王甲引导，对无？吼，因遮后面因遮起来是安尼，引导了后，慢慢建立讲，哦，伊这个政权愈来愈结实。愈来愈感觉讲会使抵抗外力来干扰，但是即届即个外口力量足大的时阵，其实空方嘛是出现伫内部，啊无去卧底遮个摩萨德遮个间谍，哪有可能较顺利讲啊？甲你斗吹气，个法度斗发射去，嘛无遐简单啦。吼，因为长期要来讲，你一张开这个喙齿科的医生。要有人会信任你，伫你喙底伫咧当，这过几啊久呢？我旧年刚做2期尔，佮做半年啊。这个，你若做嘴喙齿的时阵，你要开几啊年呢？表示讲，这个医生去互信任几啊年啊。所以这吼安排这个过程其实是上关键的。啊，过来，咱讲外口，你讲美国更较强，以色列更较强，其实伊毋是讲外口自己人讲。啊！这政权甲引导了吼，伊甲会扶持讲内底来什么人起来？哦，这你著为了拉共款，其实嘛毋是。美国嘛证实讲，伊毋是安尼想的，吼。所以伊要创啥？军事力量甲掠掉了后，内部会慢慢形成讲，因的民主力量会晓起来。包括讲过去有民选的总统，就算以阵对咧化攻、化拍、化掠，讲要对美国人安怎要犹太人要抬到了，过去虽然讲较凶，甲这边敢会讲较凶，这个是考验的时间。所以有可能讲起来讲，哦，我用民选，选出美国、欧洲、以色列拢感觉认同的人的时阵，大家会使来讲，才是真正的目的。讲的时阵，迄水落吼嘛共款，可能家己偷吼，就收6000粒，就收5000粒吧。留1000粒伫较碗边吼，啊有船会使慢慢过吼，甚至两边人讲我一工放落就船过嘛，无要紧嘛，咱来讲嘛，吼，这反正讲，就是对川普来讲，大家讲伊是生理人的头脑，
反正是在受罪。哦，伊是想讲要来谈判，不过你头仔讲着讲伊政权的交替哦，我还是要请教寇先生，许先生，你认为以伊朗的目前的政体，因为我们看他的那个政治的结构其实很复杂，对对，又有一个选拔委员会，然后又神权，要这样子整个拿掉，整个把它拿掉，其实是我觉得这个工程是很浩大、很难的。那你觉得最有可能的安排是什么呢？当然是非常难的，但其他的独裁的国家不一样，像那个以前美国在伊拉克的时候，他是救海上，你抓海上就那个国家就是会失败了，就没有了。对，但是伊朗，他虽然是哈梅尼，他最大的那个领袖，但是国家不是这样子安排的，就是一个人如果没有了，或者是被杀了，或者是死掉了，这个国家会整个会倒，那个就会政府会倒了。他大概88个人，他是可以取代的，知道吗？有88个候选人。对对，一直因为每一个城市它有一个代表，然后这些人，他们除了政治人物，也是宗教的一个很大的权力在，所以那些人。在整个什叶派的，不管在哪一个国家，他们很郑重，这是88个人这些，所以他们很懂那个伊斯兰教啊，然后这些他们的国家的法律宪法都是他，所以呢，应该美国觉得他想到他如果哈梅尼很像那个芬泽拉，他如果杀他，那个国家会马上会改变，但是那个在伊朗这个想法是不可能的，对。他可能是哈梅尼是跟其他的这些88个人不太一样，因为他是有40年的历史。历史对，但是其他的他们也是在伊朗大家都认识的，然后有重要性的在伊朗人，所以这样子的话是可以马上找到。现在有3个人可以想要取代他，有3个候选人。对，3个候选人，但是他们3个候选人是，他们也是。想法不是那么温柔的，除非比较强硬派的。对，除非只有一个是现在的总统的那一位，他是改革那个派，他是比较，但是他也有昨天那个上电视在讲那个美国了，他说他杀了我们的哈梅尼，是我们不可能会下一次跟美国是这样子合作了，而且我们要恢复这个行动对我们的重视，因为哈梅尼不是只有国家的领袖，他也是一个宗教非常那个重要的一个人。就他们在看，我们有看到在伊拉克还有巴基斯坦、阿富汗，他们做了什么，为了他死掉了。意思是什么？意思是他是一个宗教，是一个。所以许先生，你觉得这个其实没有这么简单？即使川普最后军事行动结束了，可能只是暂时让伊朗弱下来。但他仍然不会跟美国合作。你知道在宗教，他们不是伊斯兰教的有一个政府吗？他不可能因为他杀你们的总统，然后我们就满意跟你那个坐下来谈判了。就这样子，意思是在宗教，意思是我输了。那个伊朗不会做。脑袋里面不是这样想。我觉得现在可能他美国觉得他弱就好了。要不要跟我合作？他没有核能，如果有核能，就是我 B2 那个飞机来打，就是一直都会可能会这样子。然后这些附近的国家可能会一直卖武器啊，这样子。我觉得会这样子。这是最后的图像。有可能的，我是这样子想，因为真的没有那么容易，而且是美国也知道，到现在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想要跟他介入这个这样子，欧洲国家也没有，不想碰。对，中东国家也是到现在也没有什么。是，林老师，你安怎看台？就最后可能是安尼，就坑的，点血甲你会武讲，你会使就会使，袂使我无爱插你啊。川普伊安尼讲啊，吼，个上大军事的攻击啊，吼，抑个有可能性啊，吼。按讲是4礼拜，伊一定爱去中国以前，伊要去中国大陆嘛，3月31嘛，吼，这个军事的行动应该。爱结束，吼。所以对美国来讲，唔是讲这个武器弹药有还是无的问题啊。
咱头先有讲到这战斧会弹，吼，一般讲起来差不多4000粒吧，吼。啊，对这个伊拉克过去从1990年代到今嘛，可能拍差不多1500粒，吼。所以战斧会弹，还是其他的武器，完全都有可能，和美国对这个伊朗更较大的军事的攻击威胁。攻击了后，咱看到美国内底，这个支持川普去拍这个伊朗的24%尔呢。已经有升起来了，已经有升起来，哈。啊，就是讲其他一寡欧洲的国家，比如英国，就反对美国来用这个军事的基地，这慢慢都会改啊，哈。所以来讲，伊朗反正讲无发展浓缩铀核子武器，安尼就可以啊。